今仔日早起，在全台灣的步兵來講，攏是坐雲到好天的，也毋過中晝開始，南台灣都會有陣雨啊，而且對明仔載直到後禮拜，這全台灣攏會落雨。前幾天全台灣攏是較sau熱的天氣，不過氣象署表示，受低壓系統加鋒面的影響，對南方來的水汽愈來愈濟，全台灣落雨的機會大大增加。拜五開始，部分地區就會有強陣雨。在5號的時候呢，其實各地都是相當的容易下雨，都容易會出現局部大雨的一個狀況。中部以北的山區、大台北地區，還有比較靠近在台東、還有屏東這個區域呢，降雨的狀況會稍微比較明顯。那到了6號之後呢，是整個環境稍微在這一整周比較穩定的一個時間點。各地雖然都還是會有午後雷陣雨，不過只有山區容易出現午後的較大雨勢。氣象署提醒，後禮拜一開始，受到鋒面甲西南季風的影響，全台灣的雨水會閣較高，短時間內出現強陣雨的幾率攏真高，尤其是山區要特別注意會上大雨。氣象署也提醒民眾，趁好天提早檢查排水、洪水的系統。那到了8號之後呢，整個鋒面逐漸的在南壓，再加上西南風是在增強的過程，台灣各地都容易下雨，尤其是整個西半部、宜蘭都容易會有陣雨或雷雨出現。那到了9號到10號是下一波水汽影響最多的一個時間開始的時間點哦。我們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，尤其是西半部地區，可能都容易會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狀況出現。按來氣溫的部分，氣象署表示，拜時台北、中南部外山區、甲華東唱國，攏可能會有35度以上的高溫，台東也有可能會出現火燒風。不過拜五開始，因為落雨的關係，各地溫度都會略較降。記者郭友基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